以弗所書第4章。所以，我倆因為侍奉主，上做受辦嘅，勸話你哋行事為人，應當愛合上帝呼召你哋來得到嘅身份。你哋愛謙卑、溫柔、忍耐，用愛心互相寬容，用和平彼此結連，盡力保持聖靈所屬合一嘅心。只有一個身體，只有一位聖靈，像上帝呼召你哋嘅事，你哋只有一個盼望，只有一位主，一個信仰，一個洗禮，只有一位上帝，就是人類嘅阿爸。佢超越萬有，在萬有中間，也在萬有底背。愛到大嘅人，隆重就基督所分配嘅良屬特別嘅恩賜，像聖經所講。佢是上去到各個嘅所在，帶定千多作來嘅仇敵，佢將各樣嘅恩賜賜本人。佢升上去，呢句話係乜嘅意思呢？呢就是講，其實先降下來，到天最深嘅所在，佢降下來又升上去，到諸天等過嘅係曠野上，佢按樣做係愛充滿萬有。佢也係嘅將各樣嘅恩賜賜本人嘅，佢指定有的人做使徒，有的人做先知，有的人做傳福音嘅，有的人做牧師，也係教師，目的係愛裝備眾聖徒做侍奉嘅工作，來建立教會，就是基督嘅身體，使到我哋眾人對上帝嘅愛有同樣嘅信仰和認識，狀態成人，滿有基督成熟嘅樣式。按樣，我哋真唔會再唱世人嘅陷落人所失祈求嘅詭計，聽聽各樣嘅學術者唱伴風浪飄來大氣。顛倒，我哋愛用愛心講實話，在各方面一直長進到唱基督，佢就是頭，全身隆重依靠佢，通過關節和筋骨來互相配合，彼此連結。按樣，當各機體嘅功效發揮嘅時，身體就會在相適嘅當中漸漸狀態越來越勇健。我哋下奉主嘅名勸你哋，唔好再唱外邦人過各種嘅神法，佢哋所想嘅係無利益嘅事，佢哋嘅心肝烏暗，佢哋已經同上帝所屬嘅生命隔斷了，因為佢哋無頭腦又硬殼。佢哋唔知堅守，放縱情慾，隨心所愛去行各種歹毒嘅事情。總係你哋學習基督就唔係按樣，你哋那係有樣聽到佢嘅事，做佢嘅信徒，又學過在耶穌底背掌有嘅真理，按樣你哋就愛脫脫，嘅使你哋生活在腐敗中嘅囚人。囚人係因為私欲嘅誘惑來腐敗脫嘅，你哋嘅心思意念愛本性，愛將新人作起來。新人係照上帝嘅形象錯嘅，通過真理嘅生活來表明正義和聖潔。所以你哋唔好再講罷了，特撒對鄰舍應當講實話，因為我哋隆重係基督身體嘅機體。你哋那發現唔好因為按樣來犯罪，也唔好壓到日頭落山，唔好留機會被魔鬼來害你。頭擺做錯嘅唔好再頭拿，要靠自家嘅雙手認真做事，才會有能力幫助窮苦人。講話唔好傷人，要講對人有幫助、造就人嘅話，本聽到嘅人得到利益。唔好本上帝嘅聖靈優秀，因為聖靈係你哋屬上帝嘅印記，保證上帝釋放你哋嘅熱力會多。你哋要除掉一切嘅惡毒、怨恨、惱憤怒，唔好再言假，也係誹謗，做唔得再有乜嘅元素。要用慈悲、老人們嘅心，互相好款待，彼此赦免，像上帝通過基督赦免你哋一樣。